后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天下杂志所做的全台湾县市首长的施政满意度。第一名是屏东县长潘明安，第二名是连江县长刘正英，第三名是花莲县长徐真伟，尾啊3名是台北市长郭文哲、台中市长罗秀燕、高雄市长韩国瑜。县市首长表市政上的表现上好。同市长郑文灿每当拢是排前名，模范生，今年甲去年同款维持第4名。我觉得当市长要专注，要一步一脚印，那市政是累积的。第14位新人县市首长当中表现上好是花莲县长徐真伟，第2名是台东县长赵庆玲，新北市长侯友宜摕入第3名，整体排名第7，是国民党在新北市执政14冬来上好的成绩。民调高跟低，我们都用平常心来面对。但愿我们当市长的人都能够静下心，全力的把市政冲刺好，这才是我们最重要的本分。不过，摕到替补上最奖项，就是台北市长郭文哲，伊对去年第12名到今年第20名，足足是落8名。县市首长满意。那么看县市满意度掉的原因会是什么？对不起。台中市长罗秀燕排名是尾啊第2名，只有赢高雄市长韩国瑜。台中市、高雄市不但不及格，而且是死档哎！柯文哲连滚带爬，滚出了死档的边缘。这3位这个叫薯条3兄妹啦。这次的执政成绩单，北中南3个直辖市首长的表现呢，真正爱国加强。